如果你個膊頭咧成日都係咁樣縮起推前嘅話咧，咁你嘅胸啊膊頭一定會好緊啦。咁其實用長咧可以幫我哋打翻開 chest 啦、前膊，甚至係整個手臂。做完之後咧，呢啲位置會放鬆之餘咧，你嘅手打下圈咧都會容易好多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哋一齊嚟開始做。首先咧，面向埲牆啦。咁我而家伸展左邊嘅 chest， 左手指向45度角，手掌、前臂甚至係上臂都好想貼近埋埲牆。右手會放喺膊頭前面長嘅位置，吸氣，呼氣，肚放鬆，然後感覺 OK， 慢慢將個人逐啲轉向右，直到你左邊嘅胸、前膊、手臂有伸展。咁你喺嗰度保持呼吸，記住唔好咬腰，要保持 tuck tailbone， chest 微微 lift up。每一下呼氣肚放鬆，有空間嘅話，你先轉多少少。喺呢度我哋會鬥力，鬥力嘅時間，我而家伸展緊左胸，會用佢去出力，將我左手臂向牆壓入去。咁記得鬥力嘅時間，身體位置係唔改變嘅。而家開始鬥力，3、2、1，慢慢唔需要鬥力，吸氣，呼氣放鬆個肚，tuck tailbone， 感覺有空間嘅話，你就可以向右轉多少少。調到左邊嘅 chest 啦，膊頭更加打開。Release 嘅時間，將整個身體慢慢轉返向埲牆，然後左手放低。跟住咧，我哋可以微曲腳啦，個上身烏前，由得對手咧自由咁樣打圈，放翻鬆你嘅手臂膊頭。然後可以慢慢起身，跟住咧可以感覺下咯，拉鬆完你嘅左邊 chest、前膊同埋手臂，身體感覺係點咧？假如我而家挨埋牆咧，會唔會覺得左邊貼埋牆嘅位置多咗，膊頭容易啲黐牆咧？你亦都可以試下咧，做我頭先所講，打下圈，左右有冇分別？然後咧，你就可以做第二邊啦。呢個伸展咧，我哋將會咧打開膊頭外邊呢啲位置嘅。咁你做完之後咧，可能覺得咧個膊頭都會沉低咗，頸會放鬆。咁我而家做左邊俾你睇，會用牆去幫手嘅。咁首先咧，左手咧會撥埋嚟啦，咁盡量 keep 住個背咧貼住牆，同埋你嘅後尾枕咧都係靠近牆嘅。然後右手盡量 kick 左手高少少嘅位置，手踭以上嘅，咁樣啦，手指指向天，曲手嘅。然後你嘅左手可以 relax 噶啦，我哋吸氣，呼氣咧，用右手將對左手撥埋嚟，唔好俾個膊頭推前，盡量 keep 住上背貼翻埋埲牆。咁唔好為咗咧想掂住耳仔咧而將個頭扭歪喎 ，keep 住面向正前方。跟住咧，隻手慢慢逐啲掂耳仔，咁你會 feel 到咧，隻左手會拉埋咗嘅。你可能已經咧感覺到你嘅左邊手臂外邊啦、膊頭側邊嘅位置啦，有伸展嘅，保持自然嘅呼吸。咁喺呢度，如果我哋鬥力嘅話咧，我左手咧會向出推我嘅右手嘅。咁個動力咧將會係咁，呢一度出力啦，隻手向出撥。咁但係咧記得鬥力咧，個身體係唔喐嘅喎。咁我哋而家開始鬥力啦，3、2、1，慢慢唔需要鬥力。我哋吸氣，呼氣嘅時間睇下個肚可唔可以再放鬆啲，膊頭放鬆。然後如果你覺得可以再打開多啲咧，
你隻右手想掂多啲耳仔，咁你就會 feel 到個伸展噶啦。整個過程咧，左手都盡量係 relax 佢啦，令到咧可以更加容易打開。然後 release 嘅時間咧，慢慢鬆開你嘅右手啦，左手再放低，跟住咧你可以咧耷低頭啦，有對手咧完全 relax 去打圈放鬆，或者你做膊頭轉向後呢個動作。跟住咧，可以感受下咧，拉鬆咗呢啲位置之後咧，膊頭嘅感覺係點啦？會唔會 feel 到佢好容易沉低，頸嘅空間係會多咗咧？感受完之後咧，就可以做第二邊嘅啦。